哦，这你了。想缘投啦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不是，都是迄个送菜迄个阿红送菜迄个啦。你那是阿红老少。哎，我真正无看过你咧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我小姐我问一下好无？给咱加一个火炭味吼，炭烧味加足香的，了解。做人咁多，足少的啊。你会是团哦。会是团。啊，遐会使安尼吐入去？袂使啊！拍手。那有可能？我即马就歹敲的咧。阮家拢有公主病呢。真呢？这。谁带？我就讲咧，爱想一个物件，就是讲咧，要安怎甲这个航路去甲伊的这个观光去发扬光大。主队就是古早味。拜六暗时8点，公司第2台广告 start。